老板娘，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了。我的名字维维苏嘉迪，我今年44岁，我身高158公分，我的体重79公斤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。我今年工作在台湾9年，照顾阿妈，帮忙阿妈做汤，量血压、翻身、拍背，又带阿妈去医院看医生了。我愿意照顾老人，照顾病人，我会照顾老人，换尿布，帮忙按摩的。我会抱60公斤的。我愿意做猪肉，但是我不能吃猪肉，谢谢。我要帮阿妈做轮椅的。谢谢。